但罗里门溪出海口本土严重，虽然市府对105年开始达当评估算来清疏，不过因为海流关系，本土愈来愈严重，已经造成渔民无法度出海，甚至威胁生命安全。渔民吴立昭表示，对105年到达已经投入2700多万清疏，不过只有清出21万立方公尺量。渔民质疑开遐侪钱，共款无采工。伫总日顺替渔民清明时，强强讲袂出话，要求执行5000多万的输流工程，彻底清出一条水道。我们安南区的渔民请命，渔民的生命财产要重新评估执行的一个方式。韩局长，你说这个输流工程要花费多少钱？大概将近5100万了。5100万。那如果中央还是一样继续没有给予我们经费的补助，我们台南市，黄市长，5000多万，台南市应该这笔预算对目前的一个紧急状况，或者是彻底解决这个问题，5000多万应该是值得花吧？对了，值得花，值得花嘛。所以我在这边也要建议我们市5000多万长，就我嘛希望讲，伫你的任期内，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，希望未来莫阁有迄种遗憾的代志发生。对啊，好不好5000多万就少做一个活动中心就可以拿来做了。罗里门溪出海口本土一直是当地讨海人的疼，不过因为了生活不得不出海掠鱼、饲蚵仔，嘛是历届市长拢需要面对的课题。这回委托生态调查以后，并完成导流堤的规划设计，争取水利署列为优先工程。今日新闻管制林云根采访报道。